为是因为啥？咱一个宗教讲你也是讲人迄主者迄，因咧做有受证有委员，迄嘛有食素，在家嘛有食素，有诶食啥下关诶，我就甲佛祖下关，佛祖你若互阮兜诶人，还是讲啥物有所求，我为着要兑现我即个愿，嘛有当因为安尼食素。有诶食佛祖菜，种种啦但是素食对咱其实下来讲是做正面，嘛是种诶意义。所以咱台湾诶素食馆非常是做素食餐厅。咱师尊甲咱讲，伫素食诶方面，对咱诶身体是有益因为有当时咱食一寡鱼肉啊，条咱以前细汉咧食但以着健康来讲，毋是咧食补，毋是咧食滋养的是咧食动物。人讲食迄个肉，就是讲咱你若讲牛肉方面咱食素食，咱若无食牛肉，咱会惊着糖尿病、狂犬症病。咱若无食鱼、食鸡，人饲的鸡，以前鸡讲爱饲10个月，至少3、4个月就当死啊，因为拢白大甲你煮大，白肥互你食有抗生素，有荷尔蒙，包括猪嘛同款。我为着要讲即个即两日做一日上网看一寡个资料。本地好像我有一个取一个影片有诶有敢放，足赞美。饲猪诶人会当食猪，甚至搁讲讲你有灵性，拢食素食，而且搁毋是干那伊食尔，搁带动因兜伊诶亲戚朋友食素食。所以素食诶方面咱师尊甲咱讲，伫身体方面是会当互咱预防胜于治疗。咱无食一寡迄个毒素素，入来呢，避免咱无食迄个，咱身体会较健康。伫咱诶生理方面是保定，伫咱诶心理方面是确定，就是讲伫咱诶心理方面就互咱造成一寡，讲咱有时就讲一寡病个个个方面所以伫遮呢，参考到素食，要甲咱讲素食伊无等于是参考，但是咱要参考，素食是上界基本的一部分。所以所谓的参考，就是讲透过个修身养性，咱阁有修加素食，这才是咱今仔日讲所谓的清苦。若无咱就到处食素就好啊。咱的先贤，咱的典范师，咱的前人，就搁甲咱设即个参考班就搁叫咱来入外。甚至咱嘛有先生讲，我规身有班拢有来写，我要入参考班安尼拢就搁去用饼，真诶，咱有来入参考班，甲咱去就食素食是全然不同的所以参考就是爱搁加上素食是有啦所以参考伊的意志，就是讲咱食伫你厝内底是清是素，吃素，食入来是素的。咱讲出去的话，出口嘛是清的。我讲出去的话，人讲歹分，就是讲无讲的无营养的，迄个负面的话咱讲出的话拢是正面的是清气的是有意义的对人的身心有帮助的所以咱参考，不止食是清，咱讲出是清，重点互咱的心口意，咱更加清净。这是咱参考意义的一个事实，嘛是咱参考了后，咱要行的目标。那呢，参考是咱修道入门的功夫。真正呢，人讲咱人爱注意咱人生的第一步，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修道入门的第一步，意识伫先佛以前的者有真理的前辈者，应该一致的认同，先靠是咱修道入门的第一步。所以讲到遮嘛，要互咱一个真清楚的一个理解。敢若食素食无来参考，咱真正无法度把倒当参考即个真正的意见。所以素食无等于参考，参考呢是较等于迄个持斋的一个意义。但是敢若持斋嘛是爱搁来读即个愿，后壁咱的课程讲的即个愿的思想，所以浅显的甲咱解说了那持斋，咱讲的即个持斋，持斋互咱今仔日参考的意义较袂同。持斋嘛，毋是甲你讲你持斋我就知影咱食素，咱的身躯嘛爱斋，咱的心嘛爱清楚，嘛爱斋所以咱在中央房间今仔要来参考。人伊进前来讲互伊以前拢食暂时知影呢，互较无了解啦，一寡宗教几时知、7时知、几时知，我较无清楚。咱浅显的亲近斗就甲讲，即摆来参考毋是要你一个月10日知尔，要你日日知，时时咱拢知，所以迄有思想的所在。所以咱今仔参考的，毋是像迄电视咧讲着有迄个初一的进前的道理，还是15进前迄13、14啊电视的一个讲着，一对老公婆婆仔摊的，讲老的边仔才爱食菜咱即摆参考的是知安尼是参考了就是咱逐工不见逐工即工3顿，你若要食点心无甲咱，无咧甲你讲毋通啦，是讲食互咱就是咱的所信。所以持斋就是甲咱即参考同款。来，咱就是喙爱知，身躯爱知，咱的心更答案清楚。所以即个斋字你也看斋持就是讲持斋持人持事，斋就是叫咱知影了，爱修正你的心，端正着咱的言语，互咱的心地斋公平，互咱的行为磊落，互咱的本性维护清净。这是咱参考过咱要做的一个方向。所以人咧观世菩萨人海鼓舞会，就甲咱写即个斋。较早我捌个经理咱义门大仙陈经理就做管理人迄意思就讲了清楚，但是后边无啥通知影，我对这咱是安怎甲一无节制。你看即个斋偌有意思，顶悬迄点甲咱讲，一点玄关相。其实是要甲咱做，咱逐个成功的第一步拢共款，一定爱经过即点，受名师甲咱一起点。师父甲咱讲的，大明师指一点，大觉悟在眼前。咱过去就经济真好前辈者呢，点即个了，道理毋免啥听，真正身心拍拼，一心同源是人的。但是，这是较少的，咱一般拢较中医意见，咱拢爱透过受着名师一起点了，咱有时有小可感会敢若袂歹真诶若咧着讲来听班好来创啥好咱就感觉讲即个真正袂歹。所以观世音菩萨进讲的即个斋，见着咱即咱一贯道修持同的一个法。真诶呢，无论安怎，就是爱经过来善师一起点甲咱谈做。然后毋是甲咱讲你得了得医得医得着医了咱万事不了，毋是。咱也要透过西医护修嘛你搁重是我的重视所以伫遮咱要透过修的人
是得了伊就好啊，毋是得伊就好啊吼。咱得着就好啊，来拍咱的心吼，要投入爱来学习。所以咱即边培养师工，你若看咱今仔做者青年者伫遮，其实是咱斗阵嘛有一段时间。经过道理、真理的试验了，咱家己真正有感觉，爱情是足关键。所以因为甲咱讲一步爱情法则，情法则了，咱就有机会学修讲大事。所以要安怎修持？拄甲咱讲的，修道修心，咱若有决心，了却万人事。真诶，咱若看咱的前人，咱的点老师，咱做侪前辈者，拢行伫头前诶路，毋是用言语言教来甲咱教，是身教。所以咱今仔日，咱讲咱朝生了死，吼，咱讲要戒了，咱讲要了脱轮回，真正咱爱拿出我们的本事。所以是安怎讲修，不够，还要加习。咱即期培养你，讲我甲我家己修啊，好就好，毋是。咱有思念，前口念是讲我即摆拢受气啦，我甲我的心修好就好，不够，一定爱踏出去，改天转度人进来。所以咱今仔日修道，咱师父甲咱讲爱修心。咱今仔日了脱生死即件代志。但是咱也决心，所以咱也有地理条，咱有看过咱封建里，伊都文呢，先下有人谈一个剑文，伊是毋是用一个剑？你我到身上那一个剑，所以地理条，地理德嘛，你听吼，咱两个刀嘛吼，就会甲咱讲，左刀斩自己，右刀断流离。即个甲咱讲啥是修炼啊，但是咱今仔是讲即个吼，重点吼，咱是讲做一个口交能力一个引导。然后吼，佮在古落啊，佮有两块落吼，甲咱讲，一路上天堂，一路下地狱。先拄甲咱讲人生两条路，就是看吼，咱是。行入修道即条路，还是咱是吼摆伫吼咱断咱即条路？人生两条路，咱会当选择。电视进前看世间路况，咱今仔日是行入修道即条路，倒来去问点，甲咱讲，当然即两条路甲人生的最后，天堂。所以一路上天堂，一路下地狱。生死即个观念是啥物啊？咱家己会选择。要上天堂，也是咱家选择；要落地狱，嘛是咱家选择。但是爱清楚，咱嘛去到尾也分开。若讲天堂有路，地狱无路，咱串入去啦吼。所以观世音菩萨佫足注意甲咱讲。甲咱希望咱爱往上前进。拄则前面甲咱注意，要上，伊拄甲咱功夫，咱拄则前面注意的上期，要上，咱一定爱上去不能像咱平日，一定爱达到咱心高。咱的心袂使退了。用所以中大家家就是一定爱小心谨慎。咱的人成就不给你天命，不管咱是快快乐乐的出门吼来遮投胎，还是我着总爱来，硬甲我勉强来，还是我是因为我姻缘果无好来都袂使，不管怎么样，安全是唯一，其他不会